希塔美德下載決心。決心係一種強大嘅力量，佢讓我哋無論面對幾大嘅挑戰，都能夠堅持不懈咁追求目標。當我哋心懷決心，我哋唔會再被困難所擊倒，而係會用勇氣同埋毅力，一步一步咁樣朝住成功邁進。決心唔係一時嘅熱情，而係持久嘅堅持同埋內在嘅驅動。佢讓我哋喺艱難嘅時刻揾到向前行嘅力量。無論路途幾咁漫長同埋艱辛，我哋依然能夠保持清晰嘅方向，並且最終達到夢想嘅彼岸。決心就好似一道堅固嘅牆壁，無論風雨幾咁猛烈，佢都能夠穩固咁支撐住我哋嘅信念，讓我哋喺逆境之中揾到力量，勇敢地向前行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決心嘅定義，我知道有決心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有決心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有決心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決心嘅觀點，我知道有決心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有決心係安全嘅。我有決心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按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